台积电打算要伫德国设厂，嘛带动周边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发展。今仔透早，台湾新东向联名和捷克的产业代表举办说明会，讲捷克有地理的优势，希望台湾的半导体企业会当去捷克投资，加强供应链。 捷克半导体投资商机说明会早起上场，因应台积电到海外布局设厂，台湾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渴望原来有好处去国际设厂。捷克产业代表积极向台湾企业入手，希望透过签署 MOU 强化合作。Actually, we started in then Czechoslovakia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in early 1950s. I can imagine that they looked a little bit different. 我们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彼此互相支援的生态系，而且具有灵活所带来的韧性。那么台积电在全球布局就是强化它的韧性，而这个韧性有赖于台湾的供应链来支持它的成功。 新东向联名理事长认为，台积电德国厂伫德勒斯登挖进捷克的边界，有地理优势，让做未来会当透过区域供应链的均资效应，国家捷克本身的工业产业、半导体产业拢有真好的发展前景。不过去设厂的时阵，员工居住环境甲当地生活机能，拢爱纳入设厂的考虑，安尼才有法度加深台湾员工的外派意愿。很愿意扮演这样的一个投资平台的角色，那么让整合台湾所有的中小企业呢，在半导体供应链这上面，能够来服务除了台积电以外，当地国的客户。在台湾的一个半导体的供应链，也可以借此呢延伸到捷克的部分。那未来会特别针对特别是在车用半导体方面，其实两国方面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个合作机会。 学者表示，未来台湾半导体产业安怎踏入国际市场，恐惊拢爱看台积电海外布局设厂的经验。除了透过设立科学园区，扩大投资规模，降低风险，政府原来会出手协助，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，创造正经产业的双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